天气特别寒冷，观众朋友就爱穿好少。咱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继续在咧加悬。顶礼拜感染到这新冠病毒已经有32例死亡，拢无注 XBB 疫苗，而且佫有新的变异株 JN.1出现。就医生警告讲，台湾在咧旧历过年可能会规个流行起来。疾管署表示，目前 JN.1的本土案例无明显增加，不过有机会变作是后一批主要的流行病毒株。每年1月中过后呢，上严重可能是一天有到2万人确诊。新冠疫情持续加悬，顶礼拜新增加32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全部拢无注新冠 XBB 疫苗。其中上届少岁死亡的个案是南部一个50多岁男性，本身有着过癌症等等的病史，3年前捌注过4档新冠疫苗，今年11月中发病确诊。虽然有紧急送交予病房，嘛捌使用过 ECMO， 不过落尾手也是因为喘气衰竭不幸死亡。住院的过程，他的这个休克的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另外也有并发这个细菌性肺炎的情形，所以是在这个住院后的20几天，那因为这个新冠肺炎造成的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呼吸衰竭而不幸的过世。因为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 JN.1， 在全球的比例加悬了真紧。国内有医师警告，到新增的时阵，恐惊要是闪袂过。针对这点，疾管署讲，目前 JN.1 本土的比例并无明显增加，敢若有3%。因那附近的日本嘛差不多，而且造成疾病严重的程度并无加悬。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是低风险。不过，咱国疾管署预估 JN.1 免疫脱逃的特性较大，真有可能加做台湾后一波主流的变异株。每年1月中到1月底，新冠疫情可能达到上高峰。这个时间点，我们推估是落在明年的1月中到1月下旬哈。不过这个高峰的人次跟先前推估的一样，是大概落在18000人次到2万人次每日的一个状况下哈，并没有调整。疾管署指出，荷兰上新的研究显示，注 XBB 新冠疫苗保护力有7成以上。美国和大医博士的团队嘛证实，针对 JN.1 变异株，有注 XBB 疫苗会有保护的效果。另外，流感病毒主要的病毒株嘛在转换，B型流感占的比例增加，在新增迄卡刀可能会较侪。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敢若剩38万外筒，呼吁有符合条件的民众都要赶紧去注。记者综合报道。